馬來西亞執政國民陣線再次贏得大選，佢哋並非好似選前預測咁大量流失議席。官方點票結果顯示，國民陣線只係比選前少咗2席，仍然攞到國會下議院過半數嘅席位，繼續執政。總理納吉布呼籲反對派接受選舉結果。反對派領袖前副總理安華拒絕承認落敗，又指選舉存在舞弊。龐先如報導。總理納吉布喺競選總部同支持者慶祝選舉勝利。佢呼籲反對派接納選舉結果，向全球展示馬來西亞民主成熟。又話即使選情緊湊，國民陣線仍然屹立不倒，將會延續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超過半世紀以嚟，國民陣線同前身嘅聯盟壟斷執政嘅地位。佢哋喺12個州之中獲得9個州嘅控制權，又成功保住沙巴同沙勞越等根據地嘅票源，喺國會下議院獲得過半數嘅133席，但就比選前嘅135席少咗2席，亦都未能夠重奪2/3議席優勢。至於前副總理安華領導嘅反對派人民聯盟獲得89個下議院議席，比選前進帳超過10席，同時繼續控制經濟重地檳城。不過安華拒絕承認落敗，佢指控選舉出現舞弊，令佢哋議席大失，要求選舉委員會給予滿意交代。And I don't think it is fair to expect me to form a conclusion or make a decision based primarily on an election that we consider rather fraudulent, and the fact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has failed in its task. 今屆投票率有歷嚟最高嘅80%，原本估計有利反對派同吸納到年輕選民支持改革路線。不過有消息指國民陣線安排超過4萬個唔合資格嘅外國人，例如係緬甸、孟加拉外勞坐包機到當地投票，亦都有指控話有人盜用已經過身嘅選民嘅身份投票。國民陣線否認。有線電視記者龐善如報導。安華可以話係馬來西亞政壇傳奇人物，喺西方眼中佢係改革派，由前總理馬哈蒂爾一手提拔，一度出任副總理，後嚟二人反目，安華被革職，更加因為雞姦同埋貪污罪入獄。由吳慧思介紹下安華嘅從政之路。要以反對派領袖身份攀上大馬最高權力，總理之路並唔易行。原本係前總理馬哈蒂爾左右手，80、90年代先後做過教育部長、副總理兼財長，被視為係總理接班人。98年跌落從政生涯谷底，同馬哈蒂爾權鬥鬧翻，俾對方以無力改善大馬經濟為由隔扯，連執政黨籍都冇埋，無奈被控貪污雞姦，認為係政治迫害。當年口腫面腫出庭，引嚟好大迴響。大馬隨即爆發前所未有嘅反政府示威，坐咗6年監，多次上訴先得直獲釋。教咗一陣書，潛伏2年，重返政壇，加入太太喺自己被拉落馬之後成立嘅反對黨人民公正黨。呢個黨同盟友喺上屆大選中打破執政聯盟長期壟斷嘅絕大多數議席局面之後，太太辭去自己嘅國會議席，俾機會佢喺補選中贏出，相隔10年重返國會。同年再次被控同前助理肛交，官司係舊年先打甩。65歲，力主改革、反貪腐、反官商勾結，希望大馬呢一個多種族國家各族融和。之前有分析話，年紀大係安華嘅隱憂，呢次都贏唔到嘅話，以後好難再有機會做總理。有線電視記者吳慧思報道。